共同分享挂上你的喜悦。认识的更要一种团结，尊重自己的传统。拜拜。下面进行发言人。多翻呢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自7里8乡的乡亲们都欢聚在响水龙，共同欢庆我们的花山节。这不，我们县民族歌舞团还有。叫错了。要老二向爸爸来异乡，要香水路上走路上梦里，老且我是丫头，梦都之点，对之多。多梦之下，真给老来，帮进城进城，接着点对狗的梦，老早后人我路求老人，我跌到高度，至少年少，点对嘞，多好么？郎将点对狗的梦，守着老干娘说，叫到守着，高路后头呢，我rom入连芝麻不着，梦之后就知道，当进城进城呢，总当点对，对狗的梦，要着。我保护点对呀，你梦能长守着啊，人吃主活，怎么不啊？在等我嘛，在等我等我。他怎么都是我已经找的嘛？中间，嘛？我打什么嘛？啊？北到什么嘛？北什么？很快嘛？你要走了吗？我要走了吗？啊，要我过。不光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，同时也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。今天
苗家的小迷彩为我们唱起了喝了苗家的美酒，来年您身体更健康，工作更顺利。身体健康是个。你刚才弄过了。来了，庄家阿妹来了，我们大家都来了，欢聚在响水龙，欢聚在花山节，共同庆祝属于我们的节日。下面请欣赏县民族歌舞团带来的舞蹈，大家都来了。
你才知道。我基本上一直教练的。买的挺好
他对我来了。